40歲以上嘅朋友注意啦，最可怕咧唔係三高啊，而係咧肌少症。肌少症係一種唔痛又唔痕，影響你代謝同力量嘅問題。唔好以為呢啲只係變老嘅自然現象。40歲之後，肌肉開始快速流失㗎，而脂肪咧就慢慢取代佢。而肌肉有咩嘢作用咧？血糖調節器，幫你穩定血糖；關節保護咧，減少受傷風險；代謝五期，幫你提高基礎代謝，唔好咁咧容易發汗。點樣對抗肌少症咧？食多啲蛋白質，確保3餐都要有足夠嘅蛋白質。加入阻力訓練，但係行路唔夠㗎，要做深蹲啦、行力、體操或者打力嘅訓練，咁先可以留住肌肉㗎。啲分享俾身邊40歲以上嘅朋友，大家咧一齊儲肌抗老啊！